花西在地新闻，好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台中市第2选区立委的补选。民进党推出的参选人是林静怡，一透早抢着头香，来到台中市选委会正式登记参选。伊的竞选主委前市长林佳龙，甲伊的竞选总干事陈碧维，还佫未少民进党的民意代表，拢到场甲応援。若竞争的对手，除了有国民党籍的颜宽恒之外，这个台中黎明幼稚园的园长林金莲嘛要参选。台中市选委会门口透早就闹热滚滚，前立委林静怡穿白色医师袍，代表民进党参选台中第2选区立委补选，伫开放登记头一天就来抢头香。高学历证明、20万块保证金签同意书，林静怡正式完成参选的登记。我想我们做了决定，所以没有什么好拖延的。开放登记的第一个时间，我们就来告诉大家，我们要继续往这条路往前走。林静怡强调讲，用上紧的速度登记，是因为袂使搁钱，嘛期待地方真复杂的家族政治会使改变。大家期待的就是这一片家乡可以更好，地方盘根错节的家族政治有机会松动，有机会改变。竞选团队的总主委兼台中市长林佳龙，竞选总干事兼立委陈碧维，拢到现场收听，展现民进党甲基进党合作的决心。咱台湾基进甲民进党嘛做伙合作，好啦，简单 ，thank you， 加油啦！正义就是正义啦，哈，那柏惟也要做正义的化身，两党大团结。林静怡登记参选，声势真强。中二选区立委的补选，也有台中黎明幼稚园园长林金莲，以无党籍身份宣布参选。国民党是由前立委颜宽恒出战，颜宽恒打算伫18拜四会来登记参选，另外首先登记要拼中二选区的立委。